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中选会，早起是来举办着不分区立委政党抽签，民进党是抽到6号，国民党9号，民众党12号。啊，南绿白三党拢派出着因的不分区的第一名到场来抽签。民进党是林月琴，国民党是韩国瑜，民众党是黄珊珊。啊，黄珊珊看到韩国瑜是主动来握手拍招呼。刷落来，那北是毋是有机会来合作咧？双方拢真低调，因为外界预测，即届的立委选举，三党可能拢未过半。那北若是合作，有机会来提下着立法院的正副院长。先到场的黄珊珊主动走向韩国瑜，又搁是搭强架头，又搁是握手，简单开讲，这嘛引发着外界联想。韩市长是因为他在市政府的时候，我也跟他熟识哦，所以我刚刚是说好久不见，那大家一起加油。今天最主要是抽签，跟大家报告，也寻求各界来支持。不分区政党抽好处，韩国瑜和黄珊珊的活动特别引起着关注。这无拢是因为外界咧约三党的立委可能拢未过半，那北若是合作，正副院长的机会未少，是讲民进党也不简单。我们选对的人走对的路，也恳请各位台湾的国人可以继续来支持我们6号民主进步党。今日是不分区立委政党票抽考啊，每一个阵营拢派代表来到中选会，请支持中国国民党。非常高兴抽到第9号，这个易经呢最大的阳数是9。吉祥话被当无，刷来个时代力量抽到8号，民进党是由副秘书长由义山代表抽到6号，民众党是12号。1号柯文哲、吴欣盈，12号台湾民众党，我们1月12号112凯道见。每一个阵营拢在拼政党票，何未出炉，都看谁有办法拼到上济，不分区胜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